上背七星，跟住係乜嘢？腿部跏趺。腿部跏趺就嗰條線啊！你打咧係上背七星咧，右腳啊就依一個西南線退後就得㗎啦。退後之後要褲襠，跟住分手上嚟，個頭要扭一扭，就向個膊，然後提膝。亦在我哋喺正面睇，上背七星，腿部，眼睇左邊，佢有佢嘅目的，有佢嘅作用。一踢腳，翻身，後面就，嗱，我哋嚟呢度，平左手，錯腕，抱球，靠膊，呢個係下勢啦。然後按掌，再上前，上背七星啦，腿部跏趺，一直做咧係西南線。掌側嗱，叫做翻身撲面掌或者轉身撲面掌。轉咗撲面掌之後，我哋跟住打轉身嘅翻身嘅雙擺連，拉靠。手指尖相對，彎弓射虎，右撲面掌。我哋打喺另外一面咧睇呢個乜嘢？呢個係撲面掌啦。我哋打個雙擺連，嗱。落隻手腳上，最緊要按，然後斜身，手唔喐，再轉身，而彎弓射虎，右撲面掌，轉身嘅分式變因隨，最後就係乜嘢？合太極安住啦。